请问面包的台语是胖，啊那是菠萝面包，伊要安怎讲呢 ？A. 往来胖 ，B. 米拢胖 ，C. 色牙胖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我刚刚听过是不是啊？你干嘛是啥？你干嘛是啥？我听过是往来胖呢。我感觉有可能是就往来因为哦。往来啊，往来啊呢，往来胖，听过米拢胖听过。啊，是吗米拢胖米不是色卡，不是色卡，不是色卡你所以啊。色牙是微调。啊，安尼 C 就无啊，安尼 A 加 B，A 加 B，我是感觉是往来胖啊你呢。好，听你的。六千块来啊，六千块来。 6000块，咱来看看会摕到无吼？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是队长，我感觉是 A 往来胖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往来胖对唔对？拜托啦，拜托啦6000块。那不是往来胖啊！拍谁？我先来走。你五题拢爱讲完。来，这就是机会。我外景两款外形共款，所以讲景就无共款讲话叫做米拢胖，哦，米拢胖，米拢胖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米拢胖对唔对？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这是对日语来啦，是日语讲梅隆胖，吼，啊梅隆胖，这是对日本人观点看，伊感觉迄个形外背迄个形，哪像是迄个日本的迄个梅隆龟，吼，对因的观点看是安尼嘿，啊，所以就是吸收这个讲法，讲梅隆胖安尼。